先同大家介紹下呢架車，佢係賓士嘅名牌嚟嘅。喺2005年嘅時候，工程師希望有一個寬敞嘅車廂，可以俾一家大細出去遊玩。嗰陣參考咗當時雞泡魚嘅形狀，跟住有人問我工程師架車方方正正，咁佢會唔會行車嘅時候有好大嘅阻力呢？工程師就答佢話：呢種學名叫雙團嘅魚雖然方方正正，但係游起水嘅時候係非常快嘅，所以問題可以克服嘅。工程師之後咧喺參考雞泡魚嘅外形做成特製嘅外骨架，都做咗流體學上面嘅調整，結果證明真係成功。呢個就係仿生學，人類喺自然界入邊攞到嘅靈感，去克服現實嘅問題。